伫遮来敬拜上帝咱知影虽然疫情，咱的教会较特别，有上帝保守咱会当伫遮用尽心尽咱来服侍咱的阿爸爸。伫今日敬拜赞美，咱敢要唱一条歌，因为有可能是新的。总是咱家唱甲会当，家旋律背起来，无介困难，伊原底是一条英文的歌，后来有人翻做中文，咱则搁甲翻做台语，因为咱兄弟为着咱兄弟方便，所以有较请咱来读一件伊的歌词，好无？来。主耶稣，我上爱是你，专心归恩你，无别位。宇宙中有啥会比你尊贵？人子上帝，你上介水，较无甲你成做一体。你的话进入我心底，早前去掉的，但欢喜放你。独独爱你，全心全意。世上有一水像你水无比，有啥物通甲你的疼相比？哦，至诚的主，你踮我内面，主耶稣，我真心爱你。无搁是我是，无搁照我意。我拼通家己所充满是你，你我情愿一切拢消失，我唯一上爱是你。现在咱来演一首歌。主耶稣，我上爱是你，全心归恩你，无别位。宇宙中有啥会比你尊贵？人子上帝，你上介水，较无甲你正做一体，你的话进入我心底，早前去掉的，但我已放你，独独爱你，全心全意。世上无一水像这水无比，有啥物通甲你的疼相比？哦，至诚的主，你踮我内面，主耶稣，我真心爱你。无搁是我是，无搁照我意，我拼通家己所充满是你，你我情愿一切拢消失，我唯一上爱的是你。这咱来读一赞经文，伫雅各书，咱来验台语的这部分，那些部分来。愿意用伊的嘴来浸我，因为你的爱情比酒较好，你的膏油香更好，你的名亲像倒出来的膏油，所以种查某囡仔拢听你。
愿你看我，愿就走来对你。王带我入伊的房内，愿要为你来欢喜快乐。愿要纪念你的爱情，赢过好酒，因听你是应该的。犹太人因伫重要的节期，因拢爱朗诵朗诵固定的经卷。雅各书是伫因咧朗诵的节期内底排第一本，就是伫搬过节时来读。咱知影搬过节对以色列人讲，伊是上神圣甲严肃的。会当伫这个节期来读这个雅各书，咱来知影这本册伊的神圣，就是伊的性格。所以犹太人咧读雅各书的时，因爱脱下起来，有一本册改性格。咱读保罗先生甲咱讲的话，以弗所书5章32节来，这奥妙大，我讲伊来自基督甲教会。雅各书对咱来讲，就是无比的性格。对咱基督徒，佫较是性格，因为迄个圣中之圣，迄个上性格的主，已经现踮伫咱内底。对咱来讲，咱甲主耶稣的关系，就亲像新妇对新郎同款，遐尼甜蜜，遐尼瓦靠，遐尼无彼此相结连。咱该吟一首，咱个吟一件，好无？第一节。耶稣，我就爱是你，全心归向你无别位，有着着有啥为你尊贵，你主上帝你上太水，较无甲你正做一体。你的话真入我心底，早前起条的那欢喜帮你，多多爱你，全心全意，谁叫我一水就你水无比，有啥物？我真心爱你，无过是我是无过笑我意，我命靠家己，手中我心里，你我情愿一切拢消失，我为你相爱的是你，世上有一水。叫我一水笑你水无边，有啥物通甲你的听啥物？有一生的主，你踮我内面，主耶稣，我真心爱你，无过是我是无过叫。在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家己
来甲主，来献上来祈祷，这是咱家己开嘴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知我毋是介好，我随时袂逆，随时无照你的意思。总是我知我得救毋是我家己偌好，是你疼我，你用你的性命牺牲来救我，来挽回我。做阿爸天父，伊恩典的上顶，现在这世上无有啥物比这疼较大的。我，互你充满，互你踮伫阮的内面，我知，我是被分别的，我是圣的，阮伫这教会内底。代志所行大的，都是因为主你伫阮内面，阮所活出来的生命，愿意搁一件来升华阮真做变优秀，来困有可做生命，阿门。也这咱搁来吟第2站的歌词来。主耶稣，我相信你。虽然我歹过袂赢，但我放落一切你脚前，只爱像你遐尼谦卑，靠无我。全顺他天的旨意，他的心下把愿主你欢喜，他的空心安有主你，谁就我去追求你水无边，我啥咪谈卡。我一生的主，你在我内面，主耶稣，我真心爱你。不可惜，我是不可救我意，我命当到你所求我心里，你我情我。是我唯一相爱的心灵，主耶稣，我相爱是你。虽然我歹过袂赢，但我放落一切伫你脚前，只爱像你。遐尼谦卑，他无我忘了就是你，完全顺他天的旨意，甲你心阿爸甲主你欢喜，甲日拢是爱有主你。我只追求你水无边，我啥物通甲你的疼惜比，我只想
的主，你在我内面，主耶稣，我真心爱你。莫个是我是，莫个叫我意，我偏讲可以，所求我是你，你我情我。一切拢小心，我唯一相爱的是你。这就是咱为了今日敬拜，咱献上咱的祈祷。阿爸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是哪里有福气，会当真做你的囝儿、查某囝。我知我的人生有起起落落，我检查拄着无如意的事，要检查有受人欺负的事，所以我知有你踮伫我内面，我所看的一切拢是好，因我知你听我，亲像老爸顾伊的囡仔，伊予伊是你所在正直的道路，是为阮好的道路。有检查有时。我要照我家己的意思，有时我对你求，有时我向你埋怨，有时我刚才我所求的，那亲像无得到你的应允，但是我确实知影，你亲像老爸，在我伫什么时阵，我才会看见来承受迄个。是什么时阵，我才会当有合意的事来做个代志？伫我真正唔爱听话的时，你检查用困境来修理我。我要为安尼来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有真正属你，是你囝儿的。你才家己教示，当你也不爱插我的时，我知我已经甲这福分无。阿爸爸，恳求你，甲阮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，感谢阮对你所讲心内的话，我要较无见你的面，因为你听我。我要亲像囡仔走来到你的面前，我爱揽着你，阿爸爸，我俩恳求你伸手来揽我。他伫起仔日敬拜，我真多，我若看见你，看见迄个听我阿爸爸爸，来恳求去做性命，阿门。这咱来。唱第3节，来。主耶稣，我相爱是你，你甲我永远不散离，你同在是我快乐甲勇气，你的救命我爱看见。我对主坦白我心意，爱你听你的个地理，亲爱主你是我永远福气，主我期待你来的心，谁叫我
你通甲你的听啥物？我一生的主，你定我来临。主耶稣，我真心爱你。无个生我是，无个笑我意，愿拼靠家己，所求满是你。你我情愿一切拢消失，我唯一相爱的是你。世上一水笑你水无边，我啥物通甲你的听啥物？我一生的主，你定我来面，主耶稣，我真心爱你。我的心，我是无个叫我意，我拼靠家己，所求满是你。你我情愿一切拢消失，我唯一相爱的是你。咱唯一相爱是咱的主耶稣，这是咱安静咱的心，咱刷加咱下面的敬拜。这时，请咱准备心来敬拜，请走啊！
囡仔真实的，囡仔可敬的，囡仔公义的，囡仔清洁的，囡仔通听的，囡仔好名声的。若有啥物德行，啥物通学乐，才会恁着少年。恁对我所学习、所领受、所听见、所看见的，拢着惊伊，就守赐平安的上帝要甲恁直地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虔诚徛伫伊面前。无伫歌女世间俗事，逐项问题伊相思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这是咱三角内吟圣诗，圣诗54首，同心学乐天父，自然永我上帝，疼痛怜悯无穷无尽，照顾天顶地下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同心学乐天父，自然永我上帝，疼痛怜悯无穷无尽，照顾天顶地，学乐耶稣尊名，上帝都是会行。上人做光，替咱放下性命。学乐上帝圣心，愿领甲看万民，对天降临点人的心，互咱解救我心。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来受苦，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，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。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遐这请坐。这是咱三角内启应。启应文第1篇记载伫诗篇第1篇。启应文第1篇，无惊歹人的计谋，无坐侮慢的人的位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。伊的叶也袂打去，歹人毋是安尼，所以咧审判歹人徛袂牢。
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。这是咱过来吟圣诗464首。圣诗464首，福音真声咧大谈，传到正海甲正山，报传得救欢喜消息，白白赏赐你甲我。上帝要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万万人，信靠救主无论之罪，话得永远活稳当。福音经时时谈。传到正海甲正山，福音经直直谈，报福气互你甲我，请这个吟全首。福音经声咧大谈，传到正海甲正山。得救欢喜消息，白白赏赐你甲我。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万万人，信靠救主无论之罪，话得永远活稳当。福音经时时谈。传到正海甲正山，福音经直直谈，福气互你甲我。福音经声如地车，咱人应该来就近，无得体是主的恩赦，无得看。命的命，又是心情的减亏，做我心里亲像主啊，我为世界变那世，福音经时时谈，传到正海甲正山，福音经时时谈。只是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，伫即礼拜，你赏赐阮家庭平安，事业顺利，互阮会当伫主日来无烦无恼，来教会领受敬拜。阮嘛感谢你，互阮免伫武汉肺炎的惊吓，但是还阁有真侪国家还咧遭受病毒的残害，尤其最近天气开始变化，有真侪专家推测疫情有可能进入一波的高峰。主啊，求你伸医治的手，来拯救这个世界脱离这个凶恶的病毒。嘛求你照顾阮的时代，
伫个四季交替的时，互因的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，会当继续来教会同心敬拜。后礼拜就要改选长职，阮有长职已经要退任，因追求信仰的态度，诚济阮真好的模范。求你纪念因所做的工，嘛求你继续保守因的身躯，互因勇行，会当继续在阮的当中陪伴阮。阮嘛将后礼拜的长职改选交托伫你的手，互教会的灵命甲事工拢有真好的延续。搁较重要的是，阮邀请你继续伫阮的教会中，引带阮过来的4年。带阮直接自执，同心伫圣祖礼拜，求你甲阮同在，互阮真正领受你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名求，阿免。赞美，咱请献歌队。可以修吗？你这个。你是我心心。
这是咱三角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90篇第10节到12节。旧约圣经诗篇90章第10节。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勇壮通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伊紧紧过，阮就飞去。治罪在你受气的关系，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，在你的受气啊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咱再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第1节到第4节。希伯来书11章第1节，信就是所仰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。因为伫即个就古早人有得到干净。对信，咱知遮个世界是对上帝的话来做成，安尼所看见的，毋是对未看见的来成。对信，阿伯献祭互上帝，比该阮较好。对安尼得到干净，伊是义，就是上帝看伊的礼物来做干净。搁对即个信，伊死了还伫讲话。正道题目是，着因为敬畏神来尊重生活的神圣性。咱请曾牧师。咱当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进入你的圣殿，每一礼拜阮拢期待，搁一摆来领受上帝你对天顶所赏赐活命、真理甲恩惠。愿主你的圣神踮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的杯就是阮的生命，搁一摆通得到充足。主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享受上帝你所带来迄个活命的快乐。搁来即礼拜通诚侪上帝你的罗卜，用充满的活力来过阮的生活。主愿将阮的生命往你拍开，求你进入阮的内底。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礼拜日要去台南新人院上课的时，伫迄个路程的过程，我拢有一段真安静，来回大概有3点钟的时间。迄是我安静思考甲灵修真好的时间。这礼拜日开车清早的时要去台南。伫迄个路中，我忽然去想到一项真无聊。我咧想讲，我一生大概有几天？或者你敢捌想过，人的一生大概会当过几工？真无聊，才会去想这。兄弟姊妹，咱多数的人一世人大概只有3万天，那80岁上下吼，咱的日子才300工尔。我想想讲，上帝，你较互阮遮少。我若300万、3亿，即摆咱对即个3万的、即个万的数字，拢感觉安那不起眼。但兄弟姊妹，咱若斟酌甲想，其实是足通惊吓的代志。咱的人生若只有300天，每一天就像沙漏，就是迄个漏斗吼，一种的一个计时器吼，你甲变过来，啊刷到直直流。每一粒线若是一工。咱出世，上帝就甲你设定，确一个开始倒数。大家人出世拢开始咧倒数。我忽然有一个惊吓，因为我足好的朋友，起薪的牧师，拄一顶礼拜，忽然接到伊的消息讲，伊血管栓塞，所以送到病院。医生甲检查起来，才发现伊三条心血管拢塌。95%、97%，伊就是即摆咱的总会的书记。伊甲我是伫服侍过程顶悬，那就诚做亲兄弟，足亲。
兄弟姊妹，我毋是要甲恁吓惊，但是我望着今仔日甲咱分享，把握上帝互咱的生命。因为咱对出世的时，上帝就开始将迄个路途，咱设定，咱开始倒数。无几个人会当活到4万工啦，除非你差不多100岁到120岁，真困难，真困难。但是愿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天天是好天。愿上帝互咱每一天拢活出灿烂、美好价值。这个路途内底拢是坑沙，但是如果上帝来将这个路途内底变作金沙，咱的生命若真做一个真有价值的生命，人生就不在长短，人生就在伫伊所带来真正的价值。像这生活足宝贝，咱逐礼拜咧见面足紧有无？你敢有感觉？特别我相信，甲我差不多年岁较共的兄弟姊妹，咱拢感觉吼，过了50岁、60岁，日子咧过工足紧啊！连咪对年头就到年底，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互咱无迄个紧张性，但是有迄个谨慎重视。咱甲上帝祷讲，上帝我要用1工当作10工，我就当将3万工变做30万工。我若将1工当作100工，我的生命就300万工，敢有可能？一粒麦仔若带入土里，就结实100倍。一个日子若尽心尽性、一力尽意，伊生命就出发现迄个无可限量的新的价值。特别少年人，恁爱谨慎，懵懵懂懂，拄久就过去啊。但是毋是？恁的人生嘛已经开始咧倒数。愿天父上帝互恁，恁的倒数毋是咧计算80岁。恁的倒数是咧计算18岁、20岁。伫我18岁时，我会当安怎？伫20岁时，我会当安怎？伫我大学毕业时，我会当安怎？愿天父上帝教咱算数家己的年日。今仔日的圣经最重要的祈祷就是：主啊，求你教我算数家己的年日，因为人的生命何等的宝贝。也即咱逐年的生日，多数兄弟姊妹拢会记得，这个生日我一定要去做礼拜，因为伫迄个礼拜日是我甲上帝约会，通过牧师的陪伴，这个生日的迄个礼拜的主日，是我定心搁徛伫礼拜堂的中间，伸出双手，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你对天灵拍开你的恩典的门，就享受伫我搁新的一年。然后牧师就会为恁读一句圣经，讲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，通算数阮家己的年日。愿天父上帝陪伴咱过智慧的人生。伫咱的共同生活，伫咱的社会生活中间，我发现有的人伊的生命真悲剧，但是有时我又搁讲袂出嘴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生命、咱的命运的悲哀，是因为咱的态度所造成的。也即你敢听有即句话？有真侪时阵，咱会怪东怪西，但是咱若静静甲想，真有可能，毋是100%，真有可能是因为咱生活的态度，并毋是会通领受祝福的原因。今仔日圣经咧讲起一个人叫做亚伯，是咱今仔所读的希伯来书第11章。亚伯伊的哥哥叫该隐，因是亚当的2个宝贝仔囝，2个是双生啊，出世伫共一种的文化、共一种的家庭、共一种的信仰，但是亚伯甲该隐2个人，因经过4000年后，伫圣经的记载。2个人全然无共款。亚伯因为伊对上帝的敬畏，所以伊死了400年后，犹太人的子子孙孙也咧讲起亚伯。伊虽然死，也搁咧讲话。所以有人活咧，
其实是死人。有人死去，但是伊其实是活人，足奇怪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老师想要甲恁分享一个思考的功课，毋是责备，是对心中真正期待上帝祝福咱。恁有想要改变恁的命运吗？咱中间有几个人捌去用算命过？多数基督徒应该无即种的习惯。兄弟姊妹，什么人会当改变咱的命运？上帝。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将这个敬虔、敬畏这种的态度，成做一支锁匙。伊所开的门，无人会当关；伊所关的门，无人会当开。这敬畏上帝是一个足要紧改变的开始。当一个人心中有神，一看凡事都是祝福；一个心中无神的人，以目中无人。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有新的眼光，伊咧解读生活中间的人情世故是全然无共款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做为组织，同心的祈祷，上帝帮助咱，成做一个亲像大笔，亲像阿伯。今仔日圣经无论是诗篇90篇，无论是希伯来书第11章，这两个人因所表现出来的今仔日咱共同的礼拜的主题，因的焦点拢同款，放伫敬畏上帝。代表讲，我一生是70岁，永壮人到80，但是其中所夸口的是什么？代表谦卑祈祷讲：主啊，赏赐我智慧的心。这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表现的开始。阿伯伫圣经中间，两个人的100%的基因，因若是同卵双胞胎吼，可能真正是100%基因拢同款。但是阿伯甲该恩，因为因内底有一个，就是因的态度无共款。圣经记载阿伯互上帝欢喜，是因为伊敬畏上帝。所以伫创世纪的圣经内底讲一个故事，讲阿伯是一个牧羊人，该恩是一个做事人。所以平平两个人咧献予上帝的时，该恩是敬意。所得到的产业内底上宝贝，就见那油群中间初色的、头上的、第一出的，在所有这油群所生上用的第一水、第一只，上好的献予上帝。啊，该恩就是迄个果子若烂去啦，迄个歹去的，啊，春咧拍落来遐个。要去菜市啊卖出的遐菜芽剩的，啊，才摕来献予上帝。啊，这你敢知？这两个人这种的故事，这是当然我有形容过啦。哦，因为该恩无去菜市啊卖菜啊。伫犹太人因的经典中间，伫咱的圣经内底无的另外一本经典，伊就讲到这个故事，因为伊讲到。该恩这种的心，最主要就是无敬虔。所以后来伫咱的圣经新约最后启示录的头前迄本叫做《犹大书》第4节、11节、15节，伫圣经里要结束。亚当是出世伫圣经的头前，该恩阿伯嘛是出世伫圣经的起头。伫圣经要结束的启示录的头前，约伯记。毋是约伯记，犹大书4节、11节、15节，伊咧讲起该恩所行的路，该恩的人生的路是无敬虔，滥善使用上帝所予伊的恩典。我今仔日甲咱做伙读这段圣经，毋是要引用这圣经来指责咱中间某一个人是该恩，
毋是绝对无即个意思。但是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伫咱的心中有一对上神啊！我即个譬如，请恁注意听。伫咱的心内有一对上神啊！即边叫做阿伯，即边叫做该恩，即边叫做理性，即边叫做感性，即边叫做理性。即个譬如敢会当帮助咱？其实伫咱的心中，咱甲上帝的关系，有时就好亲像两个人。有时咱想要甲上帝足亲，但是有时咱阁真够计较。这两个人相生的和好合一，是对一个新的改变，就是讲，上帝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也即你敢愿意伫你的心内，安尼承认这个信仰？你敢愿意伫你的心内讲，上帝对永远到永远，伫我的人生中间，无有任何事比你踮伫我的生命中间更加重要。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。我们真的心里面有上帝吗？咱今仔坐伫即个礼拜，咱心中若无有一个上帝，咱就咧装笑的，对无？咱何必了遐时间走入即个礼拜堂？咱多数的人，咱拢心中有神，但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有亲密嘛？愿天父上帝的圣心，甲咱揽咧。让我们有被爱的感觉，让我们对神说：“神，谢谢你，我也爱你。”反正你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读有大笔伊伫诗篇第90篇11节所读、所宣告的这句话：谁懂？谁了解？谁知道？谁认识？这句话意思晓得，只最在耶和华应该得到的敬畏。主啊，我无将伊应该得的阳光，和这个世间的所有，才会正清用。主独独因为你是我的上帝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咱伫信仰这条路，读圣经、做礼拜、听讲道，最重要目的，就会通得到智慧的心，通深深讲，上帝。你真正是我的上帝。我的爸爸到一生最后伫马街病院的时，伊上爱唱的圣诗，伊临终的圣诗，我一世人无法度袂记，因为伫伊还袂唱进前，其实我毋知影有一首圣诗。圣诗21首讲，上帝真正是我的上帝。迄条圣诗伫伊读互我听进前，我完全无印象。嘛袂记得，嘛袂晓唱。但是我的爸爸伫伊临终最后的时，伊上爱唱，就这条圣诗讲：上帝，你真正是我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将上帝应该得到的阳光、尊重，咱用恭敬的心，无论是你愿意也无愿意，你要用心中的姿势都可以。你敢愿意伫今仔日你家己的厝内，你跪落来，你伫上帝面前讲：上帝，我搁一摆，我搁一摆，很慎重的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上。咱敢愿意，真认真、真敬虔，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将我的一生交伫你的手中。主对咱讲话。主接纳咱，阿伯伊所奉献的，毋是迄只拄出世足水的羊仔囝，足古水的羊仔囝。这段话经过4000年后来，犹太人咧讲这个故事的时，因讲上帝看亚伯所奉献的、所献的祭，他称他为义，上帝接纳。
阿伯的奉献。恁会记即保罗，伊伫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讲：亲爱兄弟姊妹，我劝恁，献家己诚做活祭。恁会记得这台圣经无？是理所当然的，是神看为美的。阿伯就是将伊家己献给上帝，上好要上帝，因为伊敬畏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会记得，上帝若要爱遐祭物，伊家己创造就有啊，敢毋是吗？是无？上帝敢有啥物物件伊无？伊敢拄啊咱奉献互伊，伊才有。兄弟姊妹，重点毋是迄个物件，重点毋是现金，重点毋是咱来到礼拜堂用一段时间做伙，重点是咱心中敢有上帝。这个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伊代表什么？咱若有上帝，咱就拥有一切。咱若无上帝，我们穷的只剩下自己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知影基督徒上要紧的记号。基督徒健康无健康，其实对伊生活的态度都看会出来。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无凊彩讲话；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生活无随便；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交际应酬嘛有选择；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伊所去的场所嘛会无同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甲上帝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给我穿圣洁的装他，让我用圣洁的装饰进入到你圣洁的圣殿。咱穿这个建筑物叫做圣殿，咱穿头前这本册叫做圣经，咱唱咱咧唱的歌叫做圣诗。但是，既然讲主啊主啊的人，伊心中无一定有主，只有真正伊将这个主，伊的存在，伊高举在生命当中说：上帝你是圣的。兄弟姊妹，最大的差别就是该恩甲阿伯。兄弟姊妹。无因为咱的教会年资变做30年、50年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变该稳变做阿伯。有可能你昨拄信主，你拄今年才来教会，但是你若真正敬虔讲，上帝你真正是我的上帝，一刹那之间，你就是阿伯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咧邀请咱。做伊的宝贝囝，兄弟姊妹，互上帝听，较重要超过互上帝责备，对无？咱被呼召，毋是咧来惊吓、袅袅喘，定定听圣实的责备那定。咱被呼召，门为咱开，最重要是互咱享受讲，主啊，你一点仔都无遐尼歹。虽然圣经讲你作严，但是我较感觉你拢是遐尼怜悯。我袂堪你做你的囝，但是当做老爸甲伊讲，戆囝，我所有的囝毋是拢是你的嘛？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无搁再徛伫门口，无搁再流浪伫外口，咱真正带着敬虔的心讲。主啊，我需要你。主的圣神带咱进入伊的至圣所，咱的态度若改变，咱的命运就改变。阿免嘛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相信你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主，我若改变所行的路，我的命运就改变。主，我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，无搁再伫世俗的社会流浪，我的命运就改变。
主我若定心倒来到你的面前，我就无搁再亲像迄个伫外面世俗的中间食喷的迄个浪子，我要倒来到你受阮宝座，领受你的活命。也这，咱同齐向前行，因为咱每一个人，咱拢需要上帝的怜悯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敬畏上帝就是互咱有分别判断，敬畏的心会互人有判断的能力。因为上帝是有光，耶稣讲，就近光的人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。咱来用敬畏的心来面对咱的人生，咱来用敬畏的心来面对咱所选择的这个信仰。真心，咱的生命就要改变。上帝要将伊的光放伫咱的内底，要互咱伫你的生活中间时时刻刻，拢尊重你家己的身份。这就是今仔日牧师写的题目，嘛就是耶稣教咱的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。今仔这个题目嘛会使安尼讲，愿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声。但是我用较谦卑的话，就是当咱敬畏上帝的时，咱应该爱尊重，咱是基督徒，咱的言行举止，咱的生活，咱的社交，拢全然无共款。咱活伫21世纪的时代，最大的挑战就是搁较大的开阔自由。人若要做家己的主人，伊需要做正确的主张，甲正确的态度。有自由无拄拄是好代志，因为自由的背后，伊所要求的搁较大的责任。求天父上帝甲咱帮助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明白，什么是上帝看做好。该阮心中无上帝，无敬虔；该阮心中无疼，所以看伊的兄弟作讨厌，甚至最后来该阮因为怨妒，害死伊的弟弟。该阮的心中无敬虔，所以对上帝变面。创世纪第4章，伊讲后来该阮甲上帝变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对人变面，但是千万唔通对上帝变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的面前，咱明白所写伫圣经内底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故事，伊拢是噩梦真做咱的故事。所以圣经写伫旧约也好，伫新约也好，伊讲最古早人，因的生活的模范，要真做后代子孙的典范。伊虽然死，还阁咧讲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咱的家族中间，真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咱永远有故事通互咱的子孙讲。有一日可能检查咱离开咱的家族，但是咱子孙常常要笑脸讲：我的阿公、我的阿祖、我的爸爸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得到伊的欢喜甲接纳。所以，请会记得，做礼拜本身这个动作，无一定是上帝看做好，都爱咱真正对心中有敬虔的心，咱做礼拜才有得到利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明白，今仔这个圣经所要甲咱讲的话，唔通我行我素，心中无神。求天父上帝圣是摇动咱的心，会使对人讲唔对话，但是唔通对上帝
讲毋对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明白，上帝所欢喜的，毋是恁的奉献现金。上帝最欢喜的嘛，毋是恁全年无休，就是那像咧上班安尼，全年拢全勤，爱心有来较重要。你用肉体空空会参有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来心，以神的意愿为意愿，这就是诗篇特别讲。心内忧伤的人，因要得到安慰；心内忧伤的人，因要称作上帝的子子。因为因为着上帝担忧，因为着教会担忧，因看上帝的代志做伊生命中间重要的代志。忧伤痛苦的心，替上帝毋甘人，替上帝毋甘伊的教会受亵渎。忧伤上帝的名，互人吞踏甲看轻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的面前，咱得到伊的接纳甲欢喜。咱亲像耶稣甲咱祈祷讲：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。兄弟姊妹，教会的查经班最近拄就是咧读主导文，欢迎恁来参加做伙读圣经。11月开始。刘老师、阿芬伊嘛招一个读经读书会，对11月要开始。牧师嘛要鼓励恁，如果恁伫田中、伫宝岛、伫啥物所在，恁若有3-5个人，真正毋望恁的信仰，毋是干那交际应酬、吃大餐，恁会当伫恁的生活中间更较丰盛，有读圣经的习惯。会当尝到读圣经的喜乐，恁会当问牧师讲，心中的时段，牧师你会当陪完，因为我知影礼拜六晚上无拄逐个人的时间拢适合，所以有一些退休的人，恁会当伫白天相聚。如果牧师若袂当参加，牧师检查嘛会当甲恁推荐某一个长老，伊会当陪恁。兄弟姊妹，愿咱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能享受这个信仰甲咱的生活结连做伙。最近咱的教会查经进度就是主导文，欢迎恁来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第一个小结论，咱问咱家己：我心中真有这位神吗？你免回答，你会当安静，头壳举起来。你问上帝讲：上帝，你还在吗？上帝，你还在吗？我从未见你，从未听闻。上帝，你还在吗？愿上帝圣神怜悯。进入恁的生命，互咱真实经历到。咱对上帝讲：上帝，我知影你真正在我的生命当中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有2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上帝牧师要邀请恁讲，大大张口，你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。主，你的良善，你的恩典。你的慈爱，你的怜悯，也即耶稣无凊彩审判人。恁伫圣经是新约的故事内底，恁知影耶稣是一个无凊彩责备人、甲审判人的人。所以上帝毋是互咱紧张、互咱惊的上帝。上帝是爱咱，回家吧。将咱的心敞开，因为上帝会充满咱的生命改变。这是第一个祈祷。拄则我甲恁讲，心血管塌3条，95%到97%，迄无倒去，迄个足奇怪的心热呢。医生
伊去艰苦去看门诊，医生马上就无互伊回家，马上就带伊进入加护病房，3支支架随撑过。迄是妖会负呢，兄弟对无？万一若上帝讲啊，你的生活都随随便便较早倒来啊，你甲上帝讲卖啦，佮互我一段时间，无一定参详会通呢。我毋是甲恁恐吓，兄弟，咱的生命何等的宝贵。人的一生是70永壮，当到8残。所夸口的就是我手中无，但是上帝手中有。我是劳苦忧愁，但是上帝是怜悯温慈。因为要我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主帮助我，互我有智慧的心，会晓算数家己的年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真正知影，莫假笑，爱敬畏上帝。恁已经洗礼啊！恁已经称家己做基督徒，恁的责任将来要求比外面的遐个世俗人搁较大。咱已经洗礼，咱已经深知耶稣的道理，咱就不搁再做随便的基督徒。主帮助咱，互咱知影上帝的权柄。在这里中间讲3项代志：谁知道神的权势？谁知道神的愤怒？谁知道神应该受的敬畏？这是今仔日礼拜的功课。也在对今仔日开始，将这3个问题放在你的心内。你问你家己讲：我真的了解上帝的权势吗？我敢真正知影？上帝是会生气的哦。我敢知影，敬畏上帝了，我的生命会怎样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唔当亲像阿伯，向上帝闭面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求你怜悯帮助我，互我因为敬畏你，通得到你的欢喜。敬畏上帝会互咱的生命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不是有所不为啦吼。有一个嘴安尼无会做，迄牧师打字打错了，吼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2个功课，咱问咱家己，伫你的家族的中间，人看到你，人有甚物种的表情？这个人是阮家族中间，互人尊敬的人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对今仔日开始，有会的人，咱追求互人尊敬的活命，毋是互人害头的活命。求主怜悯帮助咱。这就是阿伯的故事，伊的生命极其的宝贝，所以虽然死，但是腰骨得活。这就是圣经讲，伊虽然死，腰骨咧讲话，但是有的人活咧，但是伊所讲的话，无造就人。无互人得到帮助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的面前，这段话莫读好啊！咱来伫主的面前，咱警醒咱家己讲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真正活伫你的道路中。主求你帮助我，求你互我会当亲像你所听的阿伯，伫我的家族中间。用我的生命来讲上帝你的话，伫我的家族的中间，用你的生命来讲上帝的话，咱当心来祈祷。
求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求你的圣神怜悯帮助阮，求你的圣神驾驶掌管，将敬畏的心放伫我的生命中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应答上帝的听。咱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482首，为主来做伊干净，主是至好朋友，用主疼痛来保养，互人心无承受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用光救主耶稣。为主来做伊干净，用光救主耶稣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是咱准备心来奉献。
平安礼，或者请坐。平安礼，咱请陈牧师。咱来为着咱即礼拜生即个兄弟来祈祷，咱来请即礼拜生即个兄弟来头前，好无？允许咱请生即个人，咱头前牧师甲咱做伙祈祷。姊妹伊可能是拄拄来到这地方，是一个越南的姐妹，伊有来咧问讲教会做礼拜是几点？对个时阵开始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就是讲咱的教会其实会当陪伴，嘛会当欢迎，但是咱实在无啥物能力通，陪伴这种，特别是语言上对外来的家庭，所以我一直咧思考讲。多祷告以外，咱会当做什么？咱今仔日开始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。我相信他不是第一个，嘛一直想讲，伫咱这附近敢有迄个教会，他可以提供他们用母语做礼拜，因为熟悉因的母语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伫咱这附近，其实咱较无安尼去预备，这个姊妹小可会晓讲华语。所以我甲伊讲话中间，我感觉伊小可会晓讲华语，但是咱的教会又阁是用台语做礼拜，所以咱有真侪鸿沟，有真侪迄个跨文化的物件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为着任何有需要的人，咱来，伫背后做教会的代祷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会当看见，嘛会当为着将来迄个门若拍开的时。咱要安怎真做一个陪伴的人？咱来为着咱的长辈来祈祷，咱来为着咱的长辈来祈祷。主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怜悯帮助阮教会内底这个时代年长的兄弟姊妹，用你稳定的手放伫因的心上，互每一天的生活拢独立、健康、自主、勇强。主，你赏赐你的恩惠，成做因的帮助。你将喜乐甲平安放伫因的内心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怜悯帮助。无论今仔日有甲阮做伙做礼拜，或者已经无方便甲阮做伙做礼拜，愿你的圣神拢充满伫因的生命中间。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真欢喜新年今仔来吼。真欢喜年今天好久来工作，所以较无也这一个咱教会需要咱注意的，就是咱后壁有公告咱的后礼拜的这个长子改选的迄个出席的名单。你若会当来，你就毋免写；你若袂当来，请你伫后壁伫个这个顶管写请假，还是讲你私底下来放伫咱的教会族群嘛，咱的族群也是互牧师嘛，拢会使我们就可以预备，较袂讲咱到时无请教咱足侪缺席，
我相信是袂啦吼，但是甲咱做提醒吼，所以咱若袂当来，咱就用请假吼，请假做伴。请咱大家为着后礼拜的即个长子的改选，咱做祈祷吼。好，咱来下面来请报告。袂伫咱中间，因为校园教会今仔日是野外礼拜吼，因教会去野外礼拜伊无去，所以就来甲咱做礼拜，咱该欢迎吼，欢迎教会。这是我的报告，请咱做看周报。顶周聚会，主日礼拜出席97人，现金6060块；主日学出席6人，现金192块；早祷会出席4人，祈祷会出席15人。家庭礼拜即摆拢暂停。本周聚会，拜三祈祷会8点伫礼拜堂，拜五间礼拜暂停。拜六青少年团契7点半在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7点半在教育馆的2楼。圣港服侍后礼拜私会请张淑卿长老，领诗请圣经班，司琴请陈慧安姊妹，司献请曾主席甲吴淑琪执事。招待第3组爱餐暂停。先简讲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来领修。集体交通，第一，11月初1要改选咱本教会新立的中职，请兄弟齐心安静来代祷，请注意后壁的公告，若袂使参加，请请假。若红列伫执在人不在，愿意出席的，请甲代志长老讲。第二，咱恭喜常云祥甲李月杰的第2后生玉静有生一个查甫婴仔，愿主来祝福。第三，12月15有洗礼，愿意领洗的兄弟请向牧师报名，接受真道的课程。第四，请为洗礼的人来祈祷。庄宏泰、洪孟东、陈立芳、钟宏昌、陈云秀、黄秋满、黄秋平、庄茂、林立慧、吴金海、林嘉莹、张佑琪、谢彩婷，请为着以上的兄弟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请过计人员来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代祷；第二，为着中华中会50周年的事工来代祷；第三，为身心欠安的兄弟张婷、詹清进、钟岩、詹达、詹天美、吴彩云、洪玉基、庄仁巨、安江寿莲、洪长元、老吉良、洪在京、陈慈忠、郑彦全，请为着以上的兄弟来代祷。第四，为着教会青少年的好好课业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六，为着姊妹教会来代祷。韩国福音教会、集集教会、甲德科达教会，请为着以上的事项来代祷。这是咱来任上英信息509首。上英信息，请7日吟全首，吟诗刷，请曾牧师祝祷。
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主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避讳。